屏东的灵魂国小、桥底国小、甲旧寮国小这3间学校，因为学生伤少，可能要互废掉，甲入去北京。不过旧寮国小有附设幼稚园，煞都爱甲入去学生比因搁较少的新丰国小。所以今仔透早有100外村民是到县府抗议，反对废校。 民众伫县政府门口抗议，反对屏东高树的旧寮国小废校。旧寮国小因为少子化冲击，面临灾病。2月底，当地民众就捌伫国小门口揪布条抗议。21透早，菜寮、旧寮甲苏马3个村100几个民众来到县府揪布条向教育处申请。我们在2月18号才收到他说要废校的一个通知，那不对啊！照理说你前面要有个2年、3年的缓冲期啊，为什么没有？ 好，这个部分我们就觉得非常疑虑啊，是不是有黑箱？村长表示，旧寮国小即马有35个学生，附近的新丰山但有22个，地点都伫咧断层带顶管，师资嘛不比旧寮，阁无幼稚园。新丰国小煞颠倒会使保留，引起当地人的不满。如果真的废校的话，一个要去高树国小，一个要去新丰国小，这样子除了家长的麻烦之外，然后小朋友这样也不能在一起。 野手的拢是校友，考虑当地囡仔上课方便甲在地性，中辈做伙反对废除有84档历史的旧寮国小，希望县府听到民众的心声。高树乡是一个大学区的体制，那学生他们其实到高树乡任何一所学校就读都可以，那只是行政上我们会做合并跟后续学校的管理跟接收。 接过村民的订正书，教育处表示，旧寮国小已经连续5档，学生人数无到50人，才依法评估是毋是爱停办，会将订正的意见送去审议委员会，嘛会针对家长的诉求提出配套措施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准屏东报道。